诗篇147篇12节到20节。12节，耶路撒冷啊，着称赞上主；锡安啊，着上赞你的上帝。因为伊坚固你城门的门窗，赐福予城内的人。伊予你境内平安，用上好的麦予你食饱。伊暗地发出命令，伊的话传播真紧。伊落雪亲像羊毛，落霜亲像火灰。伊落泡亲像幼石，伊透冷风，啥人挡袂牢。伊一个命令，遮个就拢扬去；伊起风，水就流。伊用伊的话指示雅各，将伊的命令甲规例指示以色列。伊毋捌安尼款待别国，伊的规例因毋捌。哈利路亚，称赞上主。